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7月12号，这一期咱們聊一聊中國酒店業的寒冬，酒店業的黃昏到來，起風了，酒店業跨入冰河世紀。在這個由大水漫灌逐漸走向存量博弈的時代，中國實體經濟的各行各業都感受到了絲絲涼意，尤其是 K 型發展的那個往下出溜的那條腿。作為經濟晴雨表，曾經最風光的酒店業，也和當下許多陷入泥潭的行業一樣，終於迎來了屬於自己的漫長的冬天。今天這麼突然講這個話題，實際上是因為有個報道引起的我的關注。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這是7月6號報道的，說雁西湖凱賓斯基被摘牌了。這個我知道，雁西湖是在北京的懷柔那個地方，也有一個5星級酒店叫凱賓斯基。雁西湖是一個旅遊景點，也不是說不是特別出名，只有北京人只有周末周邊游的時候才會去。那上面有一些水上項目也還可以，只能這麼說，它不是什麼特別出名的景點，什麼相當於什麼杭州西湖，其他沒有，就是一個北京周邊的一個比較普通的一個景點。那為什麼那兒還有一個5星級酒店凱賓斯基？實際上當年在那兒舉辦APEC會議的時候，那主會場就在雁西湖，那就是為了APEC會議建的一個5星級酒店，由凱賓斯基集團來管理。凱賓斯基集團是德國的一個老牌了酒店管理企業。這個高端酒店大家都知道，有人出錢建，把这房子酒店建好之後，至於它叫麗思卡爾頓，還是凱賓斯基，還是凱悅，還是香格里拉，這個就看這個業主方，你跟人家酒店這個品牌去談，你的硬件是什麼樣子的。香格里拉來了，它就叫香格里拉酒店，那就叫凱賓斯基。那這種合作那就是分成，大概就是凱賓斯基集團他來運營這個酒店，人家要拿走多少錢，怎麼一個分成辦法？業主這個酒店它本來屬於誰的，對不對？誰出錢蓋的？這個業主分走多少？他一般都是這麼合作，不是說我是凱賓斯基集團，我就把你這個地方給買了，這個樓是我的，完了我在這開酒店，不是這麼玩。他這個文章就說了，說北京日出東方凱賓斯基酒店就是那個長得像大金球，當年辦過 APEC 雁西湖凱賓斯基被摘牌了。摘牌什麼意思啊？就是凱賓斯基走了，你那酒店還在，你至於叫什麼名字，反正不叫凱賓斯基了。目前該酒店在攜程上名字已經變成北京日出東方酒店。有媒體打電話問酒店更名原因，酒店說是和凱賓斯基合同到期了，業主不續了，这個酒店所有人，這個物業的所有人，人家不續了，不跟凱賓斯基合作了。雖然牌子換了，但人還是那些人，床還是那些床，沒毛病，硬件還是那些硬件，只是凱賓斯基集團人走了，人家所有的跟凱賓斯基相關的痕跡都沒了。雖然這個文章他把酒店摘牌，他認為責任主要是在凱賓斯基，為什麼？主要是這個凱賓斯基分的錢多，就這意思。說其實這些年摘牌的酒店不少，大部分都是一個核心原因，算不過賬了。他說，就比如北京日出東方凱賓斯基酒店，首先這酒店從出生就帶着富貴病，它是為了2014年 APEC 會議建的，根正苗紅，血統純正。但這也意味着它天生重度依賴會議經濟和假日經濟。什麼意思呢？他說就是平時全靠大佬們來開會，節假日全靠遊客來打卡。可是凡有點風吹草動，比如疫情一來，會議一停，入住率能從200間房直接跳水到不足20間。說其次，掛着凱賓斯基這塊牌子是要交錢的，基本管理費按酒店總營收的固定比例收取。行業標準普遍在3%到5%，有的報價甚至高達6%到10%。也就是你這個酒店一年如果營收1個億，那有的最高是收你1000萬，最少是收你300萬，就這麼一個意思。收的管理費還有獎勵管理費，那這個就跟酒店的毛利掛鈎。1個億你賺了多少錢？1個億如果你賺了5000萬，那好，這5000萬裡面要給人家10%，又要獎人家500萬，就這個意思。先是個基礎的。你管你賺不賺錢，你這個流水是1個億，你就得給我就要拿走3%。如果說還賺錢，那賺錢的毛利裡面我再拿走10%，就這麼一搞。他說簡單算一下，一家營收1億元的5星級酒店，僅管理費每年就可能達到600萬到1000萬元。此外還有系統使用費、市場營銷費、其他分攤費用等支出。上海某凱賓斯基酒店業主透露，摘牌後
每年能直接節省上千万元費用。上千萬的支出對生意火爆的酒店來說是流量費，交就交了，但對這家本就靠天吃飯的店來說，就是壓在駱駝上的最後一根稻草。更要命的是，交了錢，服務還沒跟上。這就是這個文章，它主要說北京雁西湖懷柔凱賓斯基摘牌了，他得出結論是什麼管理費這些東西，實際上不是。我們接着看這個豪華品牌摘牌，不是孤立，廈門威斯汀、鎮江的凱悦、千島湖，還有什麼溫州喜來登等一众國際大牌紛纷與中國業主上演集體離婚。2025年前3季度，國際品牌酒店與業主的分手率同比暴增37%，行業體感更為刺骨。無數酒店投資人眼巴巴熬過了平淡甚至慘淡的上半年，本以為能靠着暑期這個傳統最大的利潤窗口期滿血復活，結果引來的卻是一陣透骨的寒意。在嚴重供需失衡與消費去槓桿雙重夾擊之下，國內酒店業正在告別野蠻生長的紅利，跌入全面縮水、保本掙扎的冰河世紀。面對這種斷崖式下跌，坊間有一些天真的論調，認為這僅僅是因為國際洋品牌收取的保護費太貴，或者是溢價太虛，服務拉胯。但實際上，這個只是浮在水面上冰山一角。我們要撥開品牌合作的這個商務外衣。中國酒店業乃至整個高端消費市場，不光是酒店，实際上高端消費市场之所以满目疮痍，就是不忍直視這麼拉胯，背後有2頭真正巨大且不可忽視的灰犀牛。一是外資大量撤離，導致高端商旅、高端消費水源枯竭；二是國內居民消費深度低迷與通縮防禦。實際上是這2個原因導致的。所以聊酒店，沒有人比我更懂。我借用董王的一句話，沒有人比我更懂，因為我最早在北京我就做旅遊，就專門做訂酒店，而且訂的最多都是豪華酒店，那可是2000年，就26年前。所以没有人比我更懂為什麼中國的酒店行業這麼慘。現在怎麼慘？我們先說說怎麼慘。門前冷落客流斷，酒店業當下難以言說的慘狀。要看清中國酒店業現在日子有多難過，我們得先拋開數據，看看真實的行業現狀。永久性的庫存與永無止境的內卷。用酒店圈內人的話來說，現在酒店畢業做酒店簡直是49年入國軍。傳統的製造業如果發現東西賣不動了，大不了拉閘限電、減產停工。但酒店這個行業最扎心的地方在於，房間庫存是永久性的，一棟樓蓋在那裡，哪怕今天一個客人都沒有，中央空調都開着，折舊費都扣着，物業一分不少。即便是那些掛着萬豪、洲際、喜來登等高大上牌子的國際酒店，因為算不過賬被業主強行摘牌，這些物業也大多無法退出市場，他們只能卑微的改個本土名字，換塊招牌，搖身一變變成單體酒店，繼續留在市場裡低價亂殺。你不能因為凱賓斯基走了，你這個房子你拆了，那房子還在，對不对？那你幹啥？這房子空着，要麼改成寫字樓，那更沒戲，知道？所以還得人家現在是寫字楼改酒店。你把酒店改寫字樓，那不是叫逆風飛揚嗎？石頭往山裡背，這也有點像宜城散人、亡國散人剽竊搬運無恥之徒。你把石頭往山裡背，那個房子還在，怎麼辦呢？他只能幹酒店，那就換個本土品牌，或者沒有品牌，自己叫個名字，改成招待所，那他就杀價唄，價格便宜的，要不然人家怎麼來住？就是你把洋品牌走了，那供應并沒有少。那房子它不能把它炸了，房子也不能改做他用，只能還是開酒店，就這意思。數據顯示，從2023年到2026年，全國15間客房以上的酒店數量不增反減，從31.2萬家一路狂飆到41.9萬家，增幅足足超過了30%。一邊是源源不斷湧入的新酒店，一邊是死活不肯離場的僵屍老店，整個行業的產能嚴重過剩。截至2020年4月，全國在冊的酒店品牌高達2088個，其中光是同質化嚴重的中端品牌就有5537個。大家為了搶奪有限的客源，除了價格戰毫無退路。量在價跌的暑期魔咒，對熱門旅遊城市的度假酒店和民宿來說7、8月份的
暑假利潤通常能佔到全年40%甚至更多。但到了2026年，這個原本最肥美的利潤蓄水池徹底失效了。以旅遊重鎮西安為例，許多老牌酒店投資人反饋，前幾年平均日賣100多元的一晚的房間，到了暑期輕鬆能炒到400元甚至上千元，而且供不應求。但從2025年開始，價格怎麼也上不了300元。到了2026年夏天，雖然各大景區的肉眼可見依然是全是人，酒店的出租率也能勉強維持在80%以上，但房價和平日幾乎沒有任何區別。也就是說，你暑假你先漲價，不好意思，你也漲價，你的房子也賣不掉，人家就不住。你要保持平時的價格，那還有人住，就這意思。根據携程等權威 OTA 平台的數據顯示，全國酒店均價整體下滑5%到8%，整體流量下滑8%，消費降級的趨勢比任何一年都要明顯。新一線城市酒店老板甚至反饋，在入住率完全相同的情況下，由於均價從去年的181元每晚暴跌至142元每晚，導致整體營業額深深縮水25%，旺季不作價，淡季要等死，成了所有酒店老板的口頭禪。也就是這個夏天本來是想賺一點彌補淡季的，結果這個願望落空了，價格還要跌。說利潤被榨乾後的直接後果是什麼呢？就是基層員工的生存狀況也墜入深淵。現在星級酒店基本上成了常年高強度招聘的流水線，熬夜倒班，拿着2-3千元的底薪，幹着最瑣碎的活，還要隨時承受客人的不尊重，這成了酒店基層崗位的標配標籤。為了壓縮成本，絕大多數星級酒店常年靠學校送來大專本科實習生來強行支撐每天的日常運行，而這些被當成廉價勞動力使喚的實習生，往往工作了半年，等畢業協議一結束，幾乎100%堅定地選擇轉行，死也不再踏進酒店業一步。人才的大失血，硬件的老化，服務的拉胯，讓整個行業陷入了越沒錢越降級，越降級越沒人來的惡性循環。酒店業本身也是個衝擊，這就是目前這個酒店業一個慘狀。本來指着夏天這個旺季賺一把，結果失算。為什麼呢？所以這個我就跟大家聊一聊。也作為一個以前好歹幹了幾年旅遊的，當年我做這個酒店的時候，攜程正創業，那個攜程老板姓梁什麼，好像從國外回來，不知道找了投資，開始瘋狂的做廣告，這個做地推。那正好那時候我們也做地推，所以就知道攜程。那個時候你想26年前，對這玩意根本就不懂，那是互聯網還不知道啥玩意，對不对？為什麼北京郊區懷柔的雁西湖的凱賓斯基摘牌？實際上我看文章說什麼外資這個品牌貴，這個服務費貴，這完全他說的不對，這本末倒置。這麼分析問題，你根本找不到原因。根本原因就是外資在撤離，所有5星級以上的酒店或者4星以上的酒店價格都比較貴。如果正常的價格，一間房一晚上800人民幣，如果打完折找人，不就通過这个我们渠道去訂，那也得600，好一點的那更得1000、2000。那有人就說了，那他一晚上這麼貴，誰住？如果你把它除以7，它就不貴了嗎？700人民幣的房子實際上就是100美金，100美金對我們來說挺貴是吧？但是對人家外資來說，這不就正常價嗎？還便宜，他們覺得佔了大便宜。大家也知道為什麼在2000年的時候訂酒店的時候，中國就北京都沒有幾家5星的，那時候5星的就一個香格里拉，凱賓斯基也有。你看啊，什麼建國飯店都是4星的，跟日本人有關係，還長福宮也是4星的。國際俱樂部好像是5星的，還是沒評星。國際俱樂部也是酒店，沒評星還是評了4星。北京飯店是貴賓樓什麼，那是5星的，剩下的就沒什麼酒店了，特別好的，而且都在那一帶，東三環、長安街。再有的什麼香格里拉就稍微遠一點，在紫菊院那邊是吧？就稍微那還算偏的。什麼北邊什麼西部，它就沒有什麼酒店，沒有5星的，都非常少。那時候所以北京市就這麼幾個5星級的，4星的有。後來這個5星級酒店就雨後春筍一樣的出來，什麼萬豪是吧？什麼凱悅，什麼一大堆的麗思卡爾的，這名字都叫不清了。為什麼？因為大量的外資進來了。就外國人到中國來之後，咱們打開國門，他到中國之後，住宿是第一大問題。但是很多地方政府都要建這個標誌性的建築，那就是豪華酒店。
那酒店越豪華越好，因為有人消費。很多人在分析高端五星級酒店和洋品牌的衰落時，總喜歡用國潮崛起、本土酒店更懂中國人這種宏大敘事來貼金，但這完全是因果倒置。高端酒店和跨國餐飲巨頭在中國的好日子結束，根本原因不是他們的產品變差，而是他們曾經賴以生存的最核心的、最具購買力的外資客戶群體正在大規模退出中國市場，外資在撤離。不光是外國的商務客人多，那個時候，而且外資在中國建公司，他的老外接着來了之後，那一個公司得要多少個老外？完了之後，他中國的員工高层是吧？完了，那這些人幹什麼？首先第一個，老外來出差，他得住酒店。第二個，外國人他們講究什麼？經常要開會，要比如說季度報告、年度報告分析是吧？半年報告什麼調度會，各種會的，人家也講究叫什麼度假。所以以開會為名，實際上去度個假，那就跑到雁西湖那樣搞個凱賓斯基。那你說凱賓斯基那地方怎麼可能有商務客人跑到北京來出差，住到懷柔是嗎？那是幹啥？那地方就是度假開會用的。那誰用的外資？在北京的外資，人家開2天會、3天會，去哪兒？北京周邊如果有一家這麼外資酒店，人家專門就去這兒開會，那就靠這個就夠了。靠北京市的這些外企去那兒開會度假，人家就足夠了。但是因為外資都在撤離，外企人家在撤離，員工越來越少，有的直接沒了，誰還去開會？所以客源不足啊，這是根本原因。你在那兒搞個5星級飯店，你誰去？所以說扯什麼凱賓斯基什麼服務費貴，那人家本來是要服務老外的，貴人不在乎。這根本原因是外資在撤離，外國人在走了，外國企業越來越小，越来越少，也不去開會了，你就搞不下去了。你說從2000年開始到2015年，甚至到2016年、17年，實際上外資還夠多，一直在爬坡到一定地步，它在街上當然還夠多，对不對？他們還比較活躍，到處出差，到處開會來考察，所以他們叫住酒店，人家住的是5星級，一晚上1000沒毛病。跨國巨頭正在清倉中國業務，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場浩浩蕩蕩的餐飲與服務業外企大撤退。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國際大牌，其美國或歐洲總部正在加速剝離中國區的業務，將其變成由本土資本操控的純國產企業。比如說麥當勞如漢堡王，麥當勞總部早將中國業務出售給中信資本，官方改名為金拱門。2020年2月，資本巨頭 CPE 元豐更是大筆一揮，以絕對控股83%的姿態砸下3.5億美金，直接買斷了漢堡王中國的運營權。星巴克2020年4月，星巴克美國總部正式將中國區60%的股份以40億美金的價格交割給本土投資機構博裕資本，西雅圖總部僅保留少數股權，星巴克也賣了。必勝客入哈根達斯2020年6月，百勝美國總部將必勝客中國區的品牌所有權徹底賣給了香港上市公司百勝中国，徹底跟美國人撇清了關係。同月，美國食品巨頭通用魔方因為不堪虧損，將哈根達斯在中國所有的260家線下門店當成燙手山芋，打包贱賣給了本土檸檬茶品牌寧記。這些跨國餐飲巨頭總部之所以紛紛選擇落荒而逃，就像那個豪華酒店品牌是吧，摘牌一樣，本質上是因為外資在華的整體生態發生了解體。5星級酒店的底層盈利邏輯從來不是靠節假日來旅遊的普通中國家庭，而是靠跨國企業的商旅出差、外資驻華高管的長期包房，以及外企頻繁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年會與商務宴請。當年的雁西湖、凱賓斯基之所以能活得滋潤，全靠大佬們來開會。在過去外資瘋狂湧入中國的黃金時代，一個美国硅谷或者是歐洲總部的中層管理人員來華出差，順手批出來的報銷標準就是300美金一晚的國際5星級酒店。300美金什麼意思啊？300美金就是2000塊錢，2000塊錢，你說他不得住5星級的，他得住5星级的行政房，要不然不夠啊。大家明白什麼意思了吧？你这樣的客人很多，人家來出差住3天、住5天的，來開會，來督促一下在華業務。那這些人一來就要住這麼多天，是吧？住個1周或者幾天，人家標準就是2000塊錢一晚上的，他沒必要省。在華外企，他3月份要開個什麼會，
6月份再開個什麼會是吧？人到點兒大家開個什麼會，還有國際學術會議，這些都得去外資品牌的酒店。你這樣他熟，他適應的，對不對？人家服務標準是跟他們國家一樣。就像你，如果你去了墨西哥，突然看見一個華人開的餐廳或者華人開的酒店是吧？叫如家，你就如獲至寶是吧？感覺到家了，一個道理是吧？德國客人到中國來之後，德國的商務客人到中国，他肯定住凱宾斯基。我以前我们就幹這一行，德國人來的肯定是推薦凱賓斯基，那他們就願意。人錢多少錢無所謂，他都付得起。東南亞的客人喜歡住香格里拉，什麼比如馬來西亞的，他們來馬來的，他們願意住香格里拉，為什麼呢？熟悉，你知道吧？裡面做的飯他比較合他胃口，那環境他們比較適應，就這麼簡單。他們在行政酒廊裡喝着洋酒，在西餐廳裡切着高價牛排，甚至哈根達斯當年靠着動輒50-60元一個的球，在高端沫裡大賺特賺。哈根達斯啊，50-60個啊，我記得70-80，不是在國貿那兒，全仰仗這群有着極高購買力的外籍和外企員工。我當年做這個酒店的時候，我就印象特別深刻。我有個客人啊，他住在建國飯店，他問我，他居然說，他說酒店怎麼沒有番茄醬？我當時番茄醬是什麼東西我也不知道，我知道番茄是什麼東西，但是我不知道番茄醬是什麼東西，酒店沒有。後來我就問他番茄醬什麼東西啊？他就跟我說什麼蘸麵包什麼的，這必須吃那玩意兒，不吃受不了。就像我們不吃豆腐、不吃鹹菜就受不了一樣的，渾身不得勁。2天沒吃番茄醬，我想我說這北京哪有？我給你買一瓶。發現那時候是哪個飯店，賽特還是什麼地方？那個超市還是買得到，我就買一瓶給他送過去。這叫服務。我買是比如是30，我賣給他就得100多，跑路費得算上。他不在乎，100多對他是無所謂，10美金、20美金，完了他還給小費5美金。你想想，他就像住他吃得慣的地方唄。你這個4星級飯店連番茄醬都沒有。那現在隨着地緣政治的變化和產業鏈的轉移，大量外資企業將研發中心、生產線和亞洲總部搬到了越南、印度和新加坡。外資撤走了，隨之消失的是每年幾十萬、上百萬次的高端跨國商旅。沒有了外企的差旅預算，國際大牌酒店行政客房空空如也，沒了外籍高管的下午茶，高端西餐廳、高檔冰淇淋店自然淪為虧損的重災區。洋品牌不是不會念經了，而是那些願意花高價聽他們念經的香客已經坐着飛機回國或者去了東南亞，明白了吧？這是根本原因。本來凱賓斯基是全球連鎖，是不是啊？他有固定的客戶。這些客戶到了中國住凱賓斯基，他也住凱賓斯基；到了越南他還住凱賓斯基，香格里拉也一樣，對不對？有這人家是香格里拉的會員，到哪兒就住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在中國他搞不下去，我這舉例子，就是因為他的會員到中國來少了唄，人家都要撤出了，對不對？所以說這是根本原因。所以高端的這些能花得起錢的消費者，不見了。有人就說了，我們有14億人，我們自己填上。我們有錢人也多啊，實際上我們叫國內消費低迷，老百姓接不住外國人留下的盤。外資撤走以後，按理來說，中國14億人口這麼大的內需市場，難道接不下區區幾萬間5星級客房和高端餐飲的產能嗎？答案是極其殘酷的，接不住，根本接不住，沒戲。居民緊捂錢包的通縮式防禦，高端消費低迷的底層邏輯，假如國內老百姓的資產負債表正在發生深刻的衰退，現在中國人正在進行一場史詩級的存錢比賽，叫防禦性儲蓄。根據2020年第一季度權威數據顯示，我國居民部門債務同比下降 0.4%， 這是自1995年以來30多年裡首次出現負增長。與此同時，居民消費性貸款增速大跌，負的 1.2%， 這也是歷史罕見現象。更誇張的是，僅2020年一季度，居民新增存款就高達 7.72 萬億元，而新增貸款卻只有可憐的 0.32 萬億元。這組冰冷的數據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全中國的老百姓都在拼命的存錢，拼命的提前還房貸，大家不僅不惜不借錢花，連花自己手裡的存单的慾望都消失了。財富大量現金如同死水一樣沉澱在各大銀行的賬戶裡，根本沒有流入消費市場。這個不光是酒店和餐飲，你看上海的高端飯店倒了一半了，還在倒。高端飯店這是誰去是吧？人均花費1000多2000的，還是老外。老外這就是相當於花200美金唄。所以你看10幾年前米其林飯店特牛，你要去你那可以提前約，
你還約不着，你的資格還不夠，為什麼？吃的人多啊。現在米其林飯店都倒閉，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說北京還上海米其林飯店都關門，還約啥？我知道國貿那兒的日料，以前你现在在那兒吃不好意思，你提前預約，提前2天最好，去了還得等。現在你隨時去隨時有位，而且人均才100塊錢，你隨時有位置。為啥？有钱人搬走了，能消費的人走了，剩下我們自己，我們也消費不起。是不是这道理啊？我們人多，但是你人均消費沒到那份上，我們就是白領。你中午說花100塊錢吃，那你吃一次可以，你頓頓這麼吃，你按揭貸款不還了是嗎？孩子不養了是嗎？孩子的輔導費不想交了是嗎？100塊錢都是負擔，但是你以前的時候那沒有人均的，那時候現在都是叫平價自助餐、漂亮飯，但是就這個都不行。那過去那都是你3、5個人在這裡吃一頓，来的一結賬就怎麼的1000多。撐起咱們過去這種高端消費的不是我們自己，這群人走了。把這個如果不搞清楚，還在那扯什麼國產品牌崛起，儒家崛起是嗎？我們普通人沒有接盤高端消費的這種可能，我們接的都是平替是吧？都在往下走，所以你的金撈賣不動了，对不对？你什麼奢侈品都賣不动了。你指望着牛马韭菜去接，不怎麼可能呢？我們只想接9塊9的，還得包邮。當一個社會的心態普遍走向焦慮和防禦時，所謂的消費升級就徹底淪為空談。原本由外國人或者高薪外企員工支撐的高端消費鏈條，在面對國內普通消費者時，發生了嚴重的階層斷裂。中國人依然在旅遊，甚至旅遊人數屢創新高，但大家玩的都是特種兵式旅游，能不花錢就不花錢。就这意思，你要酒店貴了，那我就住帳篷；門票貴了，我就不進去，我就在外面拍張照。看重的是情緒價值和極度內卷的性價比。以前去星巴克是為了享受所謂的美式中產氛圍和英文歌爵士樂，現在星巴克中國獨立運營後，不得不把門店歌單換成華語流行曲，甚至推出10到20平的迷你店，去和一杯9塊9的瑞幸拼刺刀。以前星巴克它主要是面对外國人的是吧？外國人一多，那中國人好多人也觉得自己很高端了，也往那兒鑽。現在外國人少了，那去那兒和去瑞幸有啥區別呢？為啥非要去星巴克呢？餐飲行業更是慘烈，不僅酒店沒人吃了，外面的高端黑珍珠、米其林餐廳同樣門可羅雀。哈根達斯因為性價比太低被中國年輕人拋棄，取而代之的是定價只有它一半，但在健康和口味上瘋狂迎合本土市場的本土品牌。在經濟增速放緩的今天，老百姓買一杯奶茶、訂一晚房間都要在各大平台上貨比三家。平日裡賣400、500，連早餐都不包括的高端涉外酒店，對於普通中國工薪階層來說，除非是結婚度蜜月，否則根本無法作為日常消費的選擇。3、500，五星級飯店賣3、500，那也太寒碜了。儒家的賣3、500了。但是你要賣1000一晚上，你說誰能住得起？天天住高端餐飲和奢華酒店，空有一身華麗的配置，但在國內購買力坍塌的黑洞面前，只能被迫下沉降價，跟團購網站妥協，甚至淪為賣盒飯、賣大餅的市井場所。沒毛病。現在很多五星級飯店叫外擺嗎？五星級飯店做了一盆又一盆的菜擺到門口，外擺。現在很多地方都這樣，安慶也是的，很多酒店都是正經的大酒店出來外擺，有什麼辦法？所以說，中國酒店業與高端餐飲這場寒冬，是由一場由於外資撤離、內需不振共同編織出來結構性陷阱。你說現在指望着我們住一晚上花800，去下個館子人均300，就這麼造，偶爾一次可以。你要是經常這麼造，你誰也造不起，所以咱們消費力不夠啊，就是我們錢不夠啊，所以老外走了，留下這個空白怎麼辦？所以原來承接老外這波消費力的這些商家、這些酒店、這些餐飲都得關門，沒什麼好說的。他們覺得降低，剛才說了，酒店的豪華品牌沒了，這變成平價的就捲唄，所以酒店就越來越難幹了。酒店業的現狀不是夕陽紅，而是退潮後的港海。淘汰是裸泳者，考驗的是拾貝人。靠着開發商盲目拿地、外企高管揮金如土、國際大牌躺着收保護費的粗放紅利的時代，已經徹底一去不復返。在這場長期的寒冬裡，不管是星巴克的千店千面本土化自救，還是日出東方凱賓斯基的憤而摘牌，都是實體經濟在竭盡全力
適應一個沒有高淨值外資客群的嶄新中國。最有消費力的人走了，活下來的絕對不是過去最強壯、最顯赫的國際巨人，而是那些能夠放低姿態、看清現實、真正回歸運營本質的士者。這場冬天的雪恐怕還要下很久。如果沒有看明白這一點，那你還在去搞什麼酒店，還搞餐飲？高端餐飲，人没了高端餐飲，他就往下壓；高端餐飲端，那中端他就往下压，最後壓的街头巷尾的那小店儿都得關门，內卷唄，大家都卷。你说5星级飯店直接在街头賣這個盒飯，我經常買，我一刷，他收款方都是什麼會議中心，那一看就是國資，你知道吧？國家的、政府的什麼會議中心，現在誰去開會？沒人開會，對不對？那政府的會議也不敢在那開了，在那開出鋪張浪費。前幾年建的各種會議中心是吧？本來是接待各大企業在這開會，現在哪個企業能開會啊？都沒錢是吧？企業都活不下去了，還開什麼會？年會也不開了，對不對？各種慶功會也不開了，所以會議中心沒活怎麼辦？這人也不能下崗，那就讓他們做飯到外面外摆。你說他們一出來外擺，那街上那些小店還怎麼活啊？這不就內卷嗎？互相卷，那小店就得關門是吧？动不動就得關門。這個會議中心人家也在虧損，反正國企虧損，虧就虧唄。一直往下虧，你小店你虧不起，就只好關門，換一波人開個半年又關門，是不是這樣的？這就惡性循環。就我住的這個地方，短短的100米之內就有3家酒店，都是國有的酒店在這外擺，每天好像是下午4點到7點。所以說来說去，我們自己的消費能力還沒形成，低迷，口袋空空，有錢消費的人走了，就這麼簡單。所以怎麼解決？大家自己想，基本上這短期是解決不了的。你只有讓牛馬韭菜的口袋鼓起來，信心足起來，但是這個很難，是吧？不是一句話就能解決的問題。所以說這種現狀啊，會繼續，只會越來越嚴重，負循環。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點讚評論，謝謝大家。